志安徑少年團2025年開始招募啦！大家好，我係李耀正領袖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家穎團員。少年團唔單止係一個學習嘅平台，仲係一個讓我哋發揮潛能力嘅地方。呢度都有機會幫你發揮自己嘅才能，提升自信心。通過團隊嘅合作，我哋會學到點樣喺壓力下保持冷靜，學會同人哋溝通同埋團隊合作精神。喺學警體驗營入面，我哋親身體驗咗各種訓練項目，真實感受警察工作嘅挑戰同埋責任，走入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警務單位，了解佢哋嘅日常運作，拓展視野。透過參與少年團舉辦嘅唔同活動同埋培訓，我哋可以更深入了解警務工作，學習如何處理緊急情況，增強自我保護意識。另外，我哋都會參與一啲社會服務同義工活動，例如我哋會同治安警人員一齊展開防罪宣傳，向市民普及防罪同埋法律意識。有時我哋會同大灣區啲青年進行交流活動，參加呢啲活動唔單止俾我哋認識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仲對治安警部門同埋其他政府部門更深入認識。如果你都想喺成長中實現自我價值，請你加入我哋啦！掃描下面嘅二維碼，可以獲取詳細嘅信息。期待你嘅參與，我哋到時候見。